速度嘅真相、數據中心與用戶嘅距離、如何決定你嘅網頁載入快慢。喺數位行銷嘅世界中，網站加載速度係決定用戶流傳嘅關鍵因素。好多企業喺追求精美嘅網頁設計時，往往忽略咗幕後嘅無名英雄數據中心嘅位置。伺服器嘅物理距離直接影響網絡延遲，呢個意味住數據傳輸到用戶設備所需嘅時間。Webcook 始終認為，要打造卓越嘅用戶體驗，必須選擇離目標受眾最近嘅伺服器節點，以確保網站速度達到極致，避免因加載過慢而流失潛在客戶。對於深耕香港同埋亞洲市場嘅企業嚟講，將公司網頁託管於本地或區域性數據中心，具有顯著優勢。呢個不僅能大幅提升響應速度，仲能夠增強品牌嘅專業形象。此外，Webcook 喺進行網站開發時，亦都會考慮伺服器地理位置對 SEO 搜尋引擎優化嘅正面影響，因為搜尋引擎更青睞嗰啲能為當地用戶提供快速訪問體驗嘅網站。呢個係一個被好多人忽視嘅技術細節，卻係網站成功嘅基石。除咗性能，數據中心嘅位置仲涉及網絡安全與數據合規性。唔同地區嘅法規對數據存儲有唔同要求，選擇合適嘅託管地，能確保你嘅網上商店或者網頁應用程式符合安全標準。Webcook 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嘅技術支援，從基礎架構到前台設計，確保你嘅數位資產穩健運行。最後，合理嘅架構規劃係企業數位轉型嘅關鍵一步。無論你係需要定制化開發，定係品牌重塑，基礎設施嘅穩定性都係不可或缺嘅保障。透過 Webcook 嘅專業分析，你可以更清晰咁了解如何透過優化伺服器佈局嚟降低營運成本並提升轉化率。你準備好優化你嘅網站效能啦咩？歡迎隨時與 Webcook 專家團隊聯繫，共同探討最適合你業務發展嘅技術方案。